我哋希望呢啲電影嘅新進係有機會去全世界觀摩學習，嚟到提升佢哋嘅電影嘅欣賞同埋咧係製作嘅水平嘅。我諗最緊要都係睇得清楚啫，係嘛？咁啊，第二個就最緊要就係靚咯，係即係如果影得靚咁啊，睇得舒服啲咁。我諗呢兩個係最緊要。大家諗唔到嘅就一定係最好啦，但係就比較少啲啦，我諗。哦，好易不可求啊！我覺得最重要係大家諗到都唔緊要，都好睇咪得咯。我哋冇見到一部片係覺得，如果俾佢攞獎就唔係幾啱。我甚至覺得今晚冇得獎嘅，我都覺得大家應該鼓掌俾佢。俾啲掌聲大家啦！阿金生講嘅説話，大家要消化一下啦。我們當評審就是不好當吧，因為這麼多好的片子可以選吧，有時候只好割愛吧。然後，但是我想大部分的片子都非常精彩。希望大家努力啲啦，雖然有獎冇獎都好咧，而家只係一個開始嚟嘅。未來嗰個先係你哋真正要去喺個社會要面對，或者你將來嘅作品要面對新嘅挑戰。希望大家勇敢啲啊，同埋係盡量用你自己嗰個原創同埋獨立思想去做你哋嘅作品。